吳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係6B 班嘅陳奕之，我係6B 班嘅張子諾。今年嘅9月23日係秋分，係24氣節之一。喺呢一日，太陽直射赤道，所以南北半球嘅白天同黑夜時間幾乎一樣長。喺24氣節嚟睇，春種秋收，秋分時節碩果累累，最能夠體現豐收。而中國自古以來亦有慶祝五穀豐登、祈願國泰民安嘅傳統。而秋分當日仲係中國農民豐收節，係由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親自倡導並推動嘅。習主席強調，強國必先強農，農強方能國強。大家一定想知道更多關於中國農民豐收節嘅資料，不如先收睇短片，去片。聽講最近有一個節日就到咯喎，你哋知唔知係咩節日啊？你講嘅係唔係中國農民豐收節啊？係啊，國家喺2018年起將每年秋分設立為中國農民豐收節，係第一個為農民而設嘅節日，以慶祝豐收、弘揚文化、振興鄉村為宗旨，亦都體現咗慶五穀豐登、盼國泰民安嘅傳統。哦，原來係咁。講到五穀，你哋知唔知五穀係邊五穀啊？我知五穀係指稻、黍、稷、麥、豆。一般認為稻即係大米，黍係黃米，稷係小米，麥係小麥，而豆即係豆類，又稱為黍。五穀之中，水稻係我國第一大口糧作物，而糧食安全係國家安全嘅重要基石。糧食從播種到最後收割，要經歷漫長嘅生長過程。喺自然災害發生時，搶收、搶控、搶晒都需要農民同政府合力先可以應對。農業技術亦係提升產量嘅關鍵。科學家袁隆平成功研發雜交水稻，為糧食產量嘅提高作出咗重大嘅貢獻，所以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。喺2023年，我國糧食生產已經實現咗20年連續豐收，保障咗我國10幾億人口嘅食飯問題。粒粒唔容易，大家都要珍惜糧食啊！食物得來不易，作為學生嘅我哋可以通過參與本地農耕活動、支持本地農產品等方式，為可持續發展出一份力。我哋亦應珍惜食物，避免浪費。每當享受豐富嘅農產品嘅時候，應該感謝農民辛勤付出，亦要感激致力於農業創新嘅科研人員，反思食物嘅來源。多謝大家。